大家好，很高興今天和各位聊聊人生。我們總想把日子過得盡善盡美，處事盡量講究，遇事力求從容淡定。可走過一程才懂，遺憾總是無處可逃。沒有誰的一生能夠全然圓滿無缺。你再小心翼翼，依舊會有錯過與失落。有些關係拼盡全力依舊留不住，有些選擇事後回想總覺得不甘心，有些機遇擦肩，轉身就成為過往。我們執着於完美，就容易困在糾結，以為足夠冷靜就能避開所有傷痛，後來才明白，遺憾本就是人生常態，它不是失敗的印記，而是真實的痕跡。人這一輩子總會有得不到的東西，總會有來不及說出口的心底話，總會有無法重來的某個瞬間。很多事情不是努力就可以改變結局，緣分有聚散，世事自有它的定數，不必因為遺憾就全盤否定過往。那些遺憾背後藏着我們的真心，藏着曾經的期待，還有執着的付出。正是這些不完美豐富我們的生命。從前我們總想和命運爭個輸贏，想要事事順心，所有願望都成真。歷經幾番起落，慢慢學會與自己和解，接受有些結局早已注定無法改寫，學會放下糾結，不執着於過去的錯，不糾結如果當初又會是怎樣模樣。與其沉溺懊悔，不如學會坦然面對。遺憾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困在裡面不走。不要讓過往的缺口困住現在的自己。人生的智慧從來不是消滅遺憾，而是帶着遺憾依舊認真繼續往前走。好好善待當下，珍惜身邊擁有的一切。對已經失去的，選擇溫柔的去釋懷。遇見的好好珍惜，錯過的就好好告別。不必強求萬事如意，但求內心安穩，從容接納所有好與不好的境遇。生活本就參半，一半歡喜一半遺憾。看懂這一點，心就會少很多煎熬。我們不必活成毫無瑕疵的模樣，允許自己有遺憾也是一種成熟。縱然世事難全，依舊保持內心從容，不怨嘆命運，不苛責曾經的自己，把過往的經歷化為成長的力量，帶着通透的心好好度過每一天。人生這趟旅途，重在體驗，不在圓滿。接納遺憾，才是真正看懂了人生。願我們都能看淡得失，內心平和，在紛擾世間守好屬於自己的光亮。